今天很高兴跟大家示范是我们的曲奇饼干。好，这个也在为处理 JK 啊，哈。哦，可以的，绝对可以的，这绝对可以的。如果有亲朋好友的女儿要嫁啦，或者儿子要娶的话，都可以做这些饼干啊，送给大家，因为是专业、形象也很漂亮的一个饼干哈。好，那我们简单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食材，非常的简单。那首先我们的发酵奶油，还有我们的糖粉、奶粉、玉米粉以及我们的中筋面粉。老师，我记得你上一次是说低筋面粉是做蛋糕饼干。今天看到的节目的字幕上是用中筋面粉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好，那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，因为这个是齿状花嘴，牙齿的齿，我希望 cookie 它的纹路是更漂亮。非常的挺，所有的面粉的蛋白质含量故意拉高一点点，所以我们今天是采用中筋面粉来做一个操作的动作。原来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曾经尝试做这个，然后我用低筋面，结果烤出来之后，我上面没有牙齿啦。OK， 就这样子，好像非常温柔的，对，比较没有朝气，没有挺起来。那接下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那我们开始进行做曲奇饼干，那就很简单，是我们的糖油拌合法。来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什么叫糖油拌合法嘞？顾名思义，糖油、糖跟糖粉、奶油一起打。那有些师傅他会把粉类过筛在一起。那像我的习惯，因为奶粉它没有筋度，我会一起跟奶油、糖粉一起下去操作。这是个人的习惯问题。好，我们把我们的食材加入我们的搅拌桶。首先我们需要是发酵奶油，把发酵奶油加下来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。好。老师这边没有戴手套，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已经洗过双手了。这边温馨提醒各位观众朋友，奶油不要从冷冻拿出来。做饼干、做棒蛋糕，我们是一个叫做软化的动作。什么是软化呢？用手指压下去，来，镜头有带到吗？压下去，这是一个软化的动作，不是融化。是融化是固体变成液体。好，这是我们已经过筛的糖粉跟奶粉，我们给它加下来，好，一开始在搅拌的时候，我们先用慢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可能用中速、快速，它的粉会飞得到处都是。今天会跟观众朋友示范两个，第一个是原味曲奇，第二个是可可曲奇。好啦，现在我们的奶油、糖粉下去给它做一个打发。饼干的酥脆是取决到我们的奶油跟糖粉它的打发程度，打得越发，我们的口感会越疏松；那打得不够，它会比较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打发，镜头我们可以看到，油脂打到空气之后，它会越来越白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入我们的面粉。还有我们的玉米粉，我们的粉类都已经过筛了。好，刚才有跟各位观众朋友提到，我们加入粉类的时候都要怎样？都用一个慢速，避免说整个飞得到处都是。好，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粉类。来，观众朋友这边注意一下哦。用机器操作来讲，它拌成团就好了。我们再用手来做一个搅拌的动作。那利用软垫板圆的这边由上往下来做一个确认粉类是否完全拌均匀，感觉很均匀细致的质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填挤的动作，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做造型的部分。对。那因为今天用的烤盘是铁氟龙，就是说它是防粘的。如果没有铁氟龙的，要喷油吗？如果观众朋友家里的烤盘不是铁氟龙的，你可以用烤培纸。那你如果说有那个耐烤布，那耐烤布是可以反复使用。是。那我们在下面垫个烤培纸或者是耐烤布。那我们这是取用齿状花嘴。那我们套到我们的挤花袋中来，我们利用小拇指跟无名指夹着，利用我们的虎口当做一个容器。好，我们给它装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要装我们的饼干面糊。来看一下，我们利用虎口边装边收，仔细看哦。我上面的1/3是保持干净的，不会说我们在挤饼干面糊，下面也流，上面也流的到处都是。所以这边时候把空气挤掉。来，
好，我们今天示范的曲奇饼干，我们做传统款式，我们画一个圈圈就好了，画一个圈圈。那观众朋友看一下，老师在这边操作的时候是一个间隔距离，是可能观众朋友会自己说，哎，这个怎么这样子丑丑的？那我是觉得说，我饼干手工饼干，我就是给它顺顺的挤完，我就没有再拿起来重挤。那这边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小技巧，饼干挤完不要马上入烤箱，我们给它放在常温室温中。烤烘就是风干跟空气接触15分钟左右，15到20分钟，在烤焙的时候，它的纹路会比较平，比较明显。哦，是哦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哦，因为它有点干燥，所以烤出来的饼干的纹路会比较明显。哦，了解了解，哎，这个都是小配宝呢。好，那观众朋友，如果说曲奇饼干，观众朋友想做不同的颜色，那我们会。老师这边会建议说，白色打完，浅的颜色打完，再打深的颜色，我们的同时就不用做一个洗涤的动作。油脂打发到我们适当的打发程度，加入我们过筛的粉类。来，观众朋友，这时候注意一下，加入我们粉类一样哦，先用慢速下去。来确认一下，这边是不是还没有拌均匀？我们利用软刮板将我们的面糊、油脂跟粉类完全的混合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填挤的动作。刚才有示范挤一圈嘛，那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一个贝壳的形状，我们可以挤一个贝壳的形状。或者说你想2片夹在一起，再沾我们的巧克力，沾巧克力，也可以挤成一个长条状。就像手指饼干一样。对。好，那最简单的话就是挤一朵花，抖上来。哇，观众朋友看这一集的一定觉得太受用了。好，那我们是，但是不管做什么花。最主要是它的分量要差不多，它烤出来的颜色，就是还有时间上，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，最大的重点。不要说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哈，对不对？小的都已经好了，大的还没好。那假设我想挤一个爱心的话，我们就是由上往下，或者是说我想一个圈圈，我可以画一个圈圈。好，以上跟白色一样，我们全部填挤完的时候，室温大概放10到15分，让它的纹路比较定型，再送到烤箱做一个烘焙的动作。好，我们的饼干 cookie 出来喽，好可爱哟！来，那观众朋友可能注意一下，我们饼干出炉的时候，它手摸的时候是软软的，它冷却之后就是会呈现一个酥脆的口感。OK， 好，今天的这是2种颜色的那个 cookie 饼干哈。